Hello，各位你哋好啊！今日呢條片呢，我想大家同黃老師一齊去批改呢一篇同學寫嘅作文啊！呢個題目呢，叫一次令我自我反思的事，係一條曾經有喺學校考試出過嘅真實題目嚟㗎，我就攞咗嚟做課堂嘅筆記題目俾同學練習啦。咁呢，睇下呢一位同學嚇，我哋一齊改呢篇文，睇下點樣由一個評卷者同埋出卷者嘅角度呢去批改呢一篇文，而佢係會得到啲咩分數？老師嘅要求又係點樣啦？好快咁樣同大家咧講呢篇文嘅內容先。同學咧就攞咗嚟呢個倒敘法做第一段嚇，見到嗰個充滿紅叉嘅卷，就諗翻起嗰次令我反思嘅經歷。去到第二段啦，佢就講到話上年第一次考試嘅最後一週，同學就掛住打機，媽媽見到之後咧就提佢要温習啦，唔好打機啦。跟住呢個係第三段啦，已經去到第三段啦。我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呢，就眼尾都唔望下媽媽，充耳不聞，諗都唔諗呢，就鬧咗媽媽一頓。你到底煩唔煩啊？關你咩事啊？講完呢，就即刻閂門啦。去到第四段，同學仔就講緊考試嘅嗰一日嚇，佢攞到份卷啦，就冇看，因為呢，佢見到啲題目密密麻麻，全部唔識做，就唯有碰下運氣啦。呢個時候呢，同學已經去到第五段咯噃。已經去到第五段啦，終於去到派卷嗰日啦。我一接到份卷就喊啦，因為佢話佢好低分嚇。翻屋企途中咧，又反思到自己嘅呢個好嘅做得好，又扣題啦，好後悔啊！自己做錯事仲要鬧人啊，真係錯上加錯，要同媽媽道歉。好啦，去到第六段咯喎，翻屋企啦，我就同媽媽講：對唔住啊，我唔應該鬧你㗎，以後唔會咁啦。媽媽就話：你知錯就好啦咁樣。最後第七段，經過呢件事，佢學識啲咩道理，以後要點做？文章大約咧由頭到尾同大家睇咗一次啦。如果以呢篇文章嚟講咧，學校老師俾分咧，我俾分都係嘅，大約係 B 嘅程度嘅啫嚇，嗰個分數大約喺80至85分啦。有啲嚴厲啲、嚴格啲嘅學校咧，可能係75至80度，係呢個水平嘅啫。點解呢篇文章會係喺呢個水平呢？上唔到去 A 級呢？你見呢個同學呢，其實有寫得好長喎，又有用到啲成語，有啲來回嘅對話，佢仲有用到啲描寫手法，話佢冒汗啊，呢啲都係佳句嚟㗎。但係點解呢？上唔到去 A 呢？最大嘅問題呢，我會講係嗰個結構嘅問題啊！唔知你哋睇呢篇文章嘅時候有冇發現呢個同學呢，作文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虎頭蛇尾。頭重腳輕，虎頭蛇尾。好多同學呢，作文都係頭重腳輕。你見佢前面花咗好多篇幅講佢做咗件錯事，就係考試前唔温習跟住呢仲要駁阿媽嘴，最後啦就考得好差啦，係嘛？跟住佢先至去到反思。呢個同學呢，篇文章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足去到第五段先至喺度反思自己，去到第六段要結尾，第七段要結尾嘅時候，你睇下個結尾剩翻2句。所以咧，呢啲文章我哋就會評價為虎頭蛇尾嘅文章，頭重腳輕嘅文章。一篇正常嘅記敘文呢，如果你要寫6段、寫5段都冇問題。一篇正常嘅記敘文呢，我建議大家係寫5至6段就夠㗎啦。呢個同學仔足寫咗7段，因為前面呢，佢好多段落，呢啲咁樣嘅鋪排呢，有啲係多餘㗎啦。譬如呢篇第一頁1至4段，我哋可以點樣濃縮呢？第一段冇問題㗎，倒敘法係一定要用。第二段開始，我就覺得你嘅2、3段呢，可以合埋做同一段寫啊，唔使分開2段，亦都唔使寫咁長。你嘅第二段呢，就直接話啦，我仲記得上次考試我喺度打機，媽媽溫柔咁樣提醒我，但係我直接跳過嚟呢度充耳不聞啊！我甚至覺得呢，連呢一句媽媽提醒我都唔需要寫，直接就話媽媽見到我之後，好溫柔咁樣提醒我要溫習，跟住就落去下面啦。我對媽媽嘅説話充耳不聞，諗都唔諗，仲駁媽媽嘴。嗱，呢一啲就一定要寫嘅，因為係佢自己做錯嘅事嚟㗎嘛，要詳細寫嘅。你煩唔煩㗎？你關你咩事啊？呢度先至係去第3段，將2、3段合埋做同一段，去到第4段就變成第3段咯喎。呢一段呢，就請寫佢自己考試唔識做，再要寫埋自己反思自己嘅部分比較好啲。嗱，譬如呢一度，直到考試嘅嗰一日我攞到試卷，發現自己唔識做喎，去到呢度呢，就唔好停，同我寫多幾句，合埋做同一段，將呢一個第4
同埋第5段合成同一段嚟寫，係嘛？我派卷啊，全部都唔識做啊！唉，當時嘅我都知道自己咧死硬㗎啦，呢個分數，我就喺心入面默默反思自己嘅錯。早知嗰陣時聽媽咪講啦，係咪啊？將呢一個反思咧搬上去上面一段寫，然之後啦，再開新一段就係講自己同媽咪道歉，係嘛？跟住再結尾，咁樣呢，佢篇文章嘅結構呢就會正常好多、完整好多，而唔係呢個同學仔寫足7段，頭4段呢，第1段唔計啦，倒敘法，2、3、4段就係講自己做錯嘅事，第5段就講自己反思，因為佢嘅成績好差，第6段同阿媽道歉，第7段先至唔夠時間啦，就隨便寫咗2句，佢學識咗啲咩道理，以後會點樣做，所以呢。呢一個同學嘅致命死因攞唔到 A 嘅原因呢，唔係話佢佳詞佳句用得唔夠多，佢成語有用，佢句式都好通順，冇乜嘢句子問題嘅，佢都寫得幾好，都係好流暢嘅。唯一嘅問題出現咗喺結構嗰度。如果佢能夠執翻靚仔啲嘅結構呢，將呢篇文章控制喺5至6段之內，然之後每一段有具體嘅內容。第1段倒敘法，第2段寫佢駁阿媽嘴，阿媽叫佢溫習，佢駁阿媽嘴，然之後仲要扮佢房門繼續打機。第3段就寫佢考試唔識做，派翻份卷出嚟，成績好差。第4段反思自己，再同媽媽道歉。去到第5段就係結尾感受教訓。咁樣去鋪排嘅話咧，呢篇文章嘅脈絡咧就會清晰好多，就唔會再咁虎頭蛇尾。然之後個結尾咧就用咗簡簡單單嘅2句嚟到草草了事，係嘛？經過呢件事，我唔會再鬧阿媽，以後會努力溫習。呢啲咁樣嘅結尾咧，站喺老師嘅角度嚟講咧，真係好似寫咗等於冇寫咁樣，係嘛？我寧願你前面唔好寫咁長，後面要同前面一樣咁詳細，一樣成篇文章要平衡啊！前面寫咗幾多，後面就要寫幾多，唔好前面好花心機啊，花咗好多時間去寫，但係去到後面呢，又唔夠時間做，就草草結咗個尾。呢啲呢，就係呢位同學嘅致命傷啦。咁希望同學呢，同或者家長們啊，一齊睇咗同黃老師一齊批改咗呢份作文之後呢，明白到結構啊，其實對於一篇好嘅作文嚟講呢，係非常之重要。佢重要嘅程度呢，甚至比起內容啊，係一樣咁重要嘅。有好嘅結構就會有好嘅內容咯。好似呢個同學咁，佢諗到好好嘅內容，但係佢結構亂咗呢，一樣都係唔會寫得好嘅。好，希望今日條片幫到大家啦嚇，再見。